家家有好食，马上国家来主席。大家好，我係周伟。大家好，我係依依。哦，唔知乜個很多勇氣。勇氣。愛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流言蜚語。好，我唔係講你有種勇氣，不是這種勇氣。我講嘅係，你做在天邊睇一切，然後呢，為到自己嘅夢想去演，去追求嘛。咁樣實在哦，你哋係做錯嘅節目咧。有上司，認出來為到自己嘅夢想啲嘛，唔安尼不得不起。因為啊，我今日搶到一啲亮衫，一亮衫嘅，佢勇氣感通到我，對啊，感通到我，我就知道今日我係當演上容易講，乜個人都。勇氣分享的呢，鄭建夫、馮一水，哎，分享，你好，哎呀，又見面哦，有看到嗎？哦，亮啥按有文青的氣質。以亮啥，除了根本勇氣的代表，勇氣的代表。用班講勇氣嘅代表。我講按後生愛開一間書店，你看，我講下正經的啦，你下因為科技的關係，看書全部 iPad。天子法。係啊，天子法，馬上要去書店。唔過為到了書店，亮啥不用太動刀的事情，演自家一張夢想。我做會做咩嘛？可以幾多年咧？都經驗畢業差不多4年。哇，4年哦，4年的時間，那我就要問一下嘍，漂亮的美女，你之前的工作是什麼？以前是從事企劃的工作。哇，做企劃。對。那你先生之前做什麼？他是電腦工程師。工程師跟企劃的結合就已經非常的特別了。好，給利亞哈亮啥入行？哎，你們以前是班隊嗎？對。你看就敵啊，已經班隊，而且你知道兩人在一起就擰出來遊戲，亮啥 Q 哈 Q 哎，就會有一種越來越像，不只是一家人。你知道是心靈的伴侶。咩？因為我當後期啊，聽唔聽到本來想嚟做嘅工作，喺聽日下嘅夢想，跟本來嘅工作讓嘅夢想有衝突咯。條過條路出向大家，做老一輩人就講好好讀書，出來尋找穩定的工作，做個退休，就條過人就講，哎，我們真係一個好嘅人生。你都知道說，你只要這個標準去做嘛，就等於咩好好讀書，咩前到以後嘅條路，看起來咩做到退休。不過就是說，好像人生好像少一點咩嘅東西，然後直到我冇出身，我做新竹，我太太做台中，我冇做龍潭，知道，你講起一張人愛過生活嘅。你講起一張，嘿，你種嘅人生，真係唔係你想嘅過嘅，所以你就可以是想講，給你行做的做嘛嘅，唔會浪費你的人生，又可以創造一點說對社會還有冇共用嘅價值啦。我就想講，你知道厲害書店用嘅整管，你自己好看書，而到底要用嘅，當做的把好嘅。用東西看書的習慣，那種閱讀的風氣做下去，你就像，你看來看去看唔出乜嘅到底問題係乜嘅，就講，跟你自己都唔做，你有乜嘅資格講，你下閱讀到底出咗乜嘅問題，你就講好，你就自己來做空啊，做，你咩後生就想講，聽到人攏係講，唔用唔退休當做，因為你今日退休，知道愛做。
事情应该先做，唔係講。咱咪队友长来做。嘿，咁基本唔到來到人嘅節目當中，係好似係做美食嘅節目，咁基本唔到會教我哋用辦事熟係冇？唔係開數，我攏講，開數嘿，因為吼，我攏講，因為佢哋喺書店，我哋去過，我哋訪問過，因為書店地邊度，其實上講我問大家讀書以外，好有拍的東西做得記得。做得這個來，佢冇上喺用拍的書店供應，哇！注釋的書米是唔見嘅咧，味道實。古時候講金幣記得來，愛成介紹佢點開東西，誒你愛介紹，愛攏記得講，誒你住處推薦佢哋做嚟做乜嘅，哈冇油鹽呢，要攏兩隻書店複合嘅，好冇？金幣算誒你交流一下咯，不然你按後正面按後用意，誒你們回饋給你們，讓你們的書店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還有讓更多人懂得閱讀它的美，閱讀它的好。還有創業係量啥？量廣播為到自家嘅理想，去達標嘅精神。哦，來，好，讀書嘅時間，愛吃乜嘅東西？有冇？愛吃乜嘅？你覺得念書的時候你都吃什麼？就喝茶，然後配點小點心。看得出來，身材維持得很好。那不如我們就來先做店裡的點心，好不好？嗨，先做什麼呢？可可手工餅乾。哦，可可手工的餅，好了，開始做哈。來，好。當然來，你啲節目底部度哈，做個東道拜西式的點心哈，西式的點心來講，大家一定有基本的嘗試誒哈。當然就開始來做了哈。我們要準備的是什麼呢？這個是奶油，這是有糖分的嗎？沒有，無鹽奶油。無鹽奶油，好，我們把奶油先。打到有點乳霜的感覺。打到乳霜的感覺。古時候講有上是餅嘅麵也不用做。係啊，叫行你去做。你自家啲木頭位做色咧冇？對啊，我會做本深顏色。OK，打到有點乳霜狀，我們接下來要加什麼？加糖。加糖哈。加砂糖。砂糖。糖。其實你做點是要搶啲木開嘅種小小的樂趣，有深夜睇像英英啊，其實深夜聽慢慢睇。誒，佢咩位做點心，不加深顏色，你哋會冇？會啊，係啊。你開書店其實一部分咩會都有生意咧。係啊。你想講生意經驗會看你做事情佢睇佢出會有影響講，頭個硬板硬咩係用嚟過生活做事情。這個可能是用錢沒買唔到哦。好，3號來做嘛該？加蛋，但是我們要先把它攪勻。我幫你可以嗎？可以。平常都你先生，今天要讓我來為你服務。平常他沒有。他沒有。他在忙別的啦。好，這全蛋。對。一整顆。然後要分次下去，不然會要分次，對不對？會油水分離。哦。你本來就會做這些點心嗎？沒有，就看書。他現在將你一軍哦，說你不陪，說他剛不陪你。好，來。就分次。好，要分次，對不對？對。要分幾次？大概4、5次。哦，要分到4、5次，但是我們的量沒有那麼多的話，可能分2次也可以。可以。好，你亂打算以後咧，剛下那個玉穗講，愛盆其他擺冰下去，某位油水分離，哈。我們大概要攪到什麼程度，然後才能夠再放後面的蛋液呢？就是去感覺說它都已經吸收了，就是均勻的吸收它。對，那這樣就可以再下第2次。包括剛才的糖，對不對？對，可以了嗎？可以了。我幫你哈。好，剛才純一般的亂哈，向下冰下去。來按照以來講下花講下多，你啊突然間哈，喺外講。關於講啊陣，有想什麼唔記得？跟點樣出題起家做嘅餅嘅啊，還有乜嘅東西係做得點來食嘅？你下出設計出餅嘅攞貝果。哦，貝果。好，你下幹嘛嘅？杏仁粉。這是杏仁粉，是不是？對。哦。杏仁粉。為什麼可可其實不加可可，不單加可可就好，還要再加杏仁粉？它香，它香，吃起來就會有那個香氣。哦，但是不是就是不是那種我們就是印象中的那種杏仁，它加到餅乾之後，就做成餅乾之後就是增加它的香氣這樣。
那会做饼干也是看书学的啊，真的假的？对，我们也没有去跟人家学，就是果然书中自有黄金，书中自然有饼干。对。好，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粉类的部分，大概分2次下去。好。就是为什么会分2次？就是慢慢让它一次，就是慢慢让它吸收这样子。因为如果一次放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吸收，会有颗粒，对不对？这样做出来的饼干可能就不够细。对。好，我们刚刚加的是可可粉1半，然后这个是什么？低筋面粉。低筋的面粉，饼干哦，记得是低筋的面粉，不然你就会做成年糕。做成搅拌的这样。因为你知道吗？当好看书、当好特殊的人，讲发出一种某种的气质。我接下来要用什么搅拌？是低筋。因为迄开书店嘛，迄讲开杂货店可能就冇用用，个东西要夹拿到有冇？他太散吼，书店要慢慢来讲，原来读书做唔得听太散。你讲你赚到不卡，你不卡嘅爸爸妈妈，应当系真欢喜吼，因为虽然讲嘅放弃本来记得认味，较好嘅生涯啦，不过4年下来有改变冇？记得嘅想法。改变咯，无讲让人你哋有讲到底做得无啊？不过今确实今唔知，你到底做嘅系。就是看到你亲像做会下去哦，不过记得观念还吃到讲，好像做得做佢吃到，讲做得真做下去，好像你感觉啦。不过佢还唔会反对啊，我一开始佢真然吃到你用上你才会想嘛个好好一条路，唔做，然后你要去开书店，做天东王卖书，像阿公阿婆吃到，哪有可能？系啊。不过你做给使出，做请刚讲就讲，你就不爱吃哈啊，那吃还做唔定还就专业上班啊。弄人家我看你冇想讲，人家有生人诶。哦，系。迄冇生人诶吼，用啥自家食，还唔怕用公婆。迄真有生人，如果想到讲，哎呀，咱买生人有钱冇，做得休个饱冇，懂烦恼啊，担心比较多。好，人家用纯那个可可粉哈，还有那低筋面粉不用下去耶。我们看到个预水哈，用我们这个均匀的混合了，烤箱差不多要给它涂。160度。我们已经混合好了刚才这个做饼干的这个整个原料啊。对，就是。那通常你们的饼干的大小呢？大概手工嘛，对，大概一个小丸子的量，然后就这样放着。然后等一下用压的方式，那我们全部做好再压吗？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可以边做边压，其实都可以。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疗愈的东西，譬如说手上的那个什么陀螺啊，然后你看这样子啊，你们很想压它，很疗愈。那用讲来出来的声音的心，吼，来看到安尼个出动上的高压，你唔会想吗？唔会啊。那用乜嘅鉗？树鉗。用树鉗哈，好。如果试过用切的，用磨的种，其实用树鉗的感觉，拿起来没知道没煮以后手感没清好，吃起来没哈。可是你看用啥从班队都连它真人当冇简单。好，按你盆土差不多要烤多久？20到25分钟。20到25号，因为比较厚嘛。对。我们就25，好不好？好。给做麻烦莹哦哈，你刚刚预热，你给我涂160度。160度预热，麻烦你，我们要烤25分钟，对不对？对。因为这个厚度，对，比较厚。平常如果薄一点的话，大概20分钟嘛，对不对？好，麻烦莹小心哦。好。好，25分钟转来做台食饼的，好，来看数哦。哇，25分钟过香啊，批到东向的饼哎，来，麻烦莹莹，刚烤好的时候应该要让它有一点点放凉，它才会脆嘛，对不对？当然，如果你要吃热的也是可以，只是口感比较不同。很软嘛哈，批了饼哎。
再喝一杯茶，我觉得那真的很享受哎。来，老公跟你一起啊，来，夫妻同心嘛，来告诉大家，我们在书店，你们要请大家吃的是什么？可可手工饼干。来呀。杯子寿司全部，我唔要讲，上唔到，上唔到。等下是的，懂体态啊，是的，好。做握寿司的做法啦哈。是软先不用丢软。哦，不用软。不用软。再一层粗饭。好酷哦！我觉得吃这一杯应该就饱了吧。尾鱼。你是不用养。不是哦，不是。有菜有饭，有鹅，有冇？哇，好漂亮哦！好，其实妈妈的款式原来是饼啊，哈。对啊，没有事，没事。你想讲，款式没看到你省嘞。哎，你省哦。嘿哦，来试一下，很香哦，好香哦。我觉得这比例抓得很好。你有算过你做这饼干做了几次了吗？没有算过。那你算得出来你老公帮了你几次吗？10根。你做係藝術啲呢？做得冇？因為做嘴巴很亮，对，很跳。你看看，依你说这2个是不是天生一对？嗯。如果她老公没有这么刁的话，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饼干？超。你觉得这怎么样？一整个胃都可以装这个饼干，是不是？对，然后头脑里面再装那个书的内容。而且你们刚刚不知道，我很认真在看，他们每一年都会出这个书。这书是什么？你知道吗？告诉你这一年他们做了多少事情。这一年在这书店里面，你如果没有这一年都没有来，没有关系。但有关系啊！我是说你不小心错过的话，这里告诉你所有的事情。我刚才看他们入神，你看随便一翻都是他们2个哦。嘿哦，今年出日本安永改小册子，你除了绕墙日为呢，筹备了1年，也出了一个书的主厨，5星级的主厨，好吗？潘准业，潘主厨，欢迎你，欢迎，来。师傅就砍树吗？有，我出树呢。你冇看到佢今日来哦，造型都冇看去平常时来，那油头你知道有多油啊？不是，是有多好看吗？今天是文青的油头。又出树。最近的木姜又冇看样哈。哎，冇看啊，文青的。最近哈又出书，又安排煮菜，他根本就是。现在是真正的厨师界的客家一哥啊，是不是？我来想一下，你俩书店，譬如讲你看书，杜氏窑诶，买东西做得边看书边吃，又不影响我们看书的心情，跟不影响环境。出去给做俩饼诶，懂吗？哈，来，先做嘛，改菜。尾鱼杯子寿司。寿司，在店里吃寿司好吗？是有师傅绑着那个，因为我们要符合文青，所以我把它改成用杯子装，文雅，悠游儒雅。给我看一下，我们文青的尾鱼杯子寿司用满洲来。尾鱼杯子寿司，我讲到杯子，我就会想到蛋糕。不过我吃到他特别的讲，主厨味道你的看。准备东西不开火，好，然后专门为了书店而做的料理，知道吗？嘿，当然简单介绍一下食材啦，哈。好，尾鱼嘛，一定要有诶。嘿，好，尾鱼又有卵，嘿，水煮蛋，好，葱条，俩蟹肉棒，俩大卖场卖豆，嘿，头毛豆。九层塔，俩美乃滋，美乃豆哈，嘿，美乃滋，俩寿司饭呢，剩煮活，嘿，剩煮活，
加我吼烹煮吼，该啊寿司处拌一拌。少少的时间，少少的时间拌一拌，拌比料，不用量，是做对嘞。啊，你是做对嘞，用是做对，冻简单。你点红多多来你做，好，这个小黄瓜嘛，小黄瓜。好，来开始做，好，你先做嘛该。小黄瓜，好。底部很浓哦，我哋很上唔到杯子寿司很用版型，你大概是咧，譬如讲握寿司啦，吼，也系讲三角饭团啦，杯子寿司全部，冇要讲上唔到。等下是的嘞，懂体态啊，是的，好。好，你看到小黄瓜了切丁，切丁，哈。兄弟，你看到薯条冇豆嘛？好，你今天数个懂豆吗？今天数离下差不多3,400本。3,400本哦。哦，你爱讲，譬如讲，应该看嘛该数，做得拢煮本。譬如说跟你们预定。做得啦。因为你没马该输入不用，因为马该输入不用出图书馆，你没样嘢，你数会脱高。好。你要切葱条。葱条。我接下来去团那道咯，小黄瓜切丁，那我们的洋葱一样切丁咯。一样切丁。还是你做的是寿司盖饭？也有。好想猜哦。也有这个概念。真的假的？真的。还好我有猜对一点点。好，葱用切丁，好。醋饭嘛。醋饭。该比例按用拌一张。你烹煮吼烧吼，你该寿司处慢慢淋，那你在拌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下面那个底部没有什么刮痕的时候，那就代表那个 OK 的。我们调到哦，基本该调湿的绵绵啦，会绵绵嘿。好，你加弄洋葱，还有你的鲔鱼。其实鲔鱼莫不要当防片买到罐头嘛，哈。对，跟麦开水煮诶。我买水煮诶。水煮诶。两美乃滋。好，要先搅搅。冻咸蛋。蒙人高出亲人。玉穗，我觉得健父已经露出一些很奇妙的笑容。好，他觉得说，店里可以做这个啊。好，你煮好的水煮蛋嘛哈。水煮蛋。连乱弄哦，用它。还讲它某熊还是乱弄哎，其实用蛋白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因为那个，我觉得蛋黄做的加强它乳化的效果，我觉得蛮好的。好。用不用旁边。来啊，都不用落来。好假会哦我。过来。好。蟹肉棒。葱用哈。你今日你的菜哦，好多会切的啦。切。做头前咧讲下豆听听啦。差不多了呀，你等下会不用送过呀。哦。你先切一下。来。好，这是你准备的杯子吗？该走俩杯子寿司吼，最好是用透明杯。是透明杯哦，因为它才有那种该视觉效果。好，弄醋饭，醋饭一天不用冷哦，不用冷省不用翻。不用翻。你要一点水嘛？好来，跳面。好，来，跳面没哈？来一点水。洗米哈。好。你像一般做握寿司的做法啦哈，一定要有点水。所以你要出，面点要设的时间再做。像那东西你先做好，不用变上面摩擦哈。来，煮饭好。煮饭。你也不用，你也学软先不用掉软。不用软。不用软。好。好，再一层煮饭。好酷哦！我觉得吃这一杯应该就饱了吧？真的。好，再来呢？这不用嘛该？鲔鱼是不用养。不是。该寿司处地位是有该梅头有含的好酷哦。好。
这个一层翻，这一层翻。这个也很像创作哦。你介意嘛该写，其实就不用嘛该哦，就一层翻一层撩，一层翻一层撩。当背吼是用小黄瓜，辣椒也蟹肉。哦，还用颜色是出来嘞。加切的토마토，装饰一下，来九层塔，还有七千菜，我用是冻煎汤。哦，好，这个做一杂本妈妈看哈，把弄吹一下。好，我帮你整理一下。好，遐地背的东西吼，一干嘛做的腌弯啊，滚月是哪种的都可以，可以自由变换。韩国到店都边的个点心嘛，就是哈西式的。他今天是讲，你爱加落去就又有日式，对，哈个感觉。哎，你到店都有买食谱吗？有食谱改书，对，有。哦，是否又出书嘛？有，书店有他的书，真的有，今天有啊，真的有。还好我请最显眼的展示，人力来一张题，谢谢老板，后卡才有抢超。听说已经卖第5刷了是吗？哇，太厉害了。好，听一笔之后呢，这个做一笔后的啦。哦，做一笔，这叫无三不成礼啊。好。哦，眼看要听种甜点。好，我讲安尼做，给他数一天买落很好，然后个散啊。新梦。师傅跟老师请的时间啊，不用了一些出图生印记，去了解数点嘛。我好啊。看顺沙看几个数入表的最显眼的部分。果然是文青料理。真的，就是要很斯文。因为青岛人，你讲薯条做的有点色的，你用的想唔到，嘛该东西适合。它适合哦，你也做得来哦。我讲啦，迄讲上爱上爱不饮适合饱，有的人讲哈，你一比听听哦，你还看他小孩子永远没抽掉，2年出生的饱哎，对吗？这样子也是啊，你们不可以小看它，这是杯子，这也是杯子啊。你可能爱看百科全书是2本。其實凍簡單嗬，凍簡單，真正凍簡單。你講如果食到有菜有飯，有嘅，有冇？哇，好漂亮哦！問一下那個老闆，如果啊，我去你們店裡，我點了這個餐，我就給你們一個難題，我說老闆，我喜歡吃杯子壽司，你要推薦我在吃這個道料理的時候要看哪一本書？請回答。看哪本书？看，没，要看你们哦，因为你们是书店的老板哦。有看到烹主厨在看你们吗？黑狗哈，你都料理哈，第一爱吃到爱黑头改发，你都料理，你做的批嘛该数，不用落点红，你会建议，譬如说，我们在菜单上设计一个这样的菜，旁边就有一个书的介绍，说，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它。我想应该会介绍一些关于食农方面的书。什么？食物农业方面的书。食物农业方面的书。我觉得饮食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就是农业的部分。不管看什么书，我觉得这一道料理呢，配任何的书都适合。来，刘练，龙太家讲，你给谁本太家说的黑马该？鲔鱼杯子寿司。对了。
蒜条吼。哦，蒜头神标。神标嘿，本期有俩的蒜条的梅头。哦。再过来牛肉，嘿牛肉。哎，那个抢出来都切好，最米上的切牛，它比较不会污染到哈。嘿，牛肉。你看他连抓肉的姿势都好文青哦。不时的要用一下眼镜。哎呦。好，重头戏要来了啊！冬粉其实冻酱，冬粉哈有像是泡下久的咩唔酱。来咯，你点方做唔得讲干杯，好吗？来吃。应该也有小黄瓜，该口感是，对吧？有嚼劲，好吃啊，有文青啊。好特别哦。生活要多彩多姿，属于懂多种。哦，出腔料料理同样，按多种的层次加起来。有饭，有料，有酸呢，有菜，有甜呢。哇，我觉得这不用说了，这就是环游世界了。好。嘿。香港爱冻好食的爱醋饭，拄好了就会，爱袂加醋一下，个料理。其实啊，连天吼是醋饭冻好啊。系啊，冻面嘛吼，你是要凉凉的。还有啊，知道在吃前菜，弟的地位很不一样。它反而提振了其他的香气。对，有点点感受到，哎呦，我一转头看到健父很大口在。我冇食过。那不用讲了，你知道干嘛？卡斯讲一家迄你点好的银行，没用调价的成分来看那发。很清爽，很清爽，然后也对女生来讲应该也有饱足感。对，你们看属于谁猫有没有一斗啊？谁猫你对，然后女生她会觉得说哦，我也要吃一个没有负担的，因为总是坐在那边看书嘛，对不对？不过我想问哦，刚刚说这个叫做勇气的料理，不过呢，我需要一点力气。哎呦，来卖冻豆树，我办的让。因为个料理系当有力气的，当有力气。不过吼，简单哦，因为你图书你唔好麻烦。有，嘛该沙茶牛肉煮冬粉。哎呦，有肉，粉丝又会饱，对，又有沙茶，对，这个还蛮不错的哈。就是我来讲，因为如果你来书店来出色了一串。你还传出懂中野味，来看点沙茶牛肉粉丝煲，有蛮住了。沙茶牛肉煮冬粉哈，哎，你汤迄个啲薯店食了，咁做得？做得。最近哈，还在开火创冇？开火但唔是油。哦，唔是油，唔是油。你啊，出厉害了。因为你对该薯店吼，看薯啊，应该有油烟有啊，哦，不太适合，所以我俩都出来吼，我特别研发不用用油，不用用油，用盐蛋。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这个牛肉粉丝煲，一定是有砂锅啦，要炖啊，上来的时候，哇，又是螃蟹，又是海鲜，又是肉的，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做，还没当好起哈。好了，可是来之后哈，当然啦，食材没有注意下，错冇？你看牛肉是最重要的嘛，牛肉。你睇牛肉，看起来它都。有发，嘿，五花肉是好好，不会太柴，不会太柴，对。其他料，譬如讲，你要抢菜啦，给掉全部都青菜水一家，最重要的沙茶酱，好，因为人家冇炒过油啊，冇油，你牛肉你是用五花肉，该有油脂，刚刚好融入那个汤头里面，还有不会有油烟。还有抢菜时候，它唔可以按仔。开始来先做乜嘅？先切啲香菇，生嘅香菇啦。先开火哈。我们没有煸炒，没有炒的动作，不是炒。香菇先切。我有看过个书店，记个文青啦，一件文青，所以你看跳下做的，了做，唔是。看有那有请文青吗？有文青主厨哎哦，好棒！所以切菜也很文青。那还读书人啊？你看我们4个都戴眼镜，硬要扯在一起。我是文青主持人，对，好不好？
好，香菇切片，好。你看玉米笋啊，好来。你先10個嘅嗬。你先10個啊，53嘛，所以。53咩嘛，冇要緊啊。來，你看切一半熟嘞。安尼量差唔多哈。差唔多。哦。好。過來青江菜。醬色改出來，還有建議嘛改出來嗎？油菜嘛做的。油菜，其實小白菜也可以。好，蒜頭。蒜頭切片。因為還有一點香氣啦，哈，雖然講冇標。看書是很文青，吃東西很清新，好。好，先蒜頭哈。哦，蒜頭先標。先標，本期有咧蒜頭的梅頭。哦。再過來牛肉，牛肉。那個搶出來都切好，最尾這樣來切牛，比較不會污染到哈。嘿，牛肉。切按對半做好哎。啊，本來就調油。好。調油。要醃。嘿，稍微醃一下。多少呢？來。好。該不會你又要油吧？還是不用，因為它這個本身有油，就是很簡單。哦，文青嘛，店名係文青主廚。文青主廚。文青。還蠻會 take 我們的重點。真緊哦。對呀。你看他抓肉。你冇空喺店名當優秀。嘿呀，正緊。文雅。嘿，文雅。你看他連抓肉的姿勢都好文青。不時的要用一下眼鏡。哎呦。好。玉穗，你有沒有覺得我們主廚做菜看起來很療癒？有。就是切菜的刀法，對，非常的利落。而家水好咧，哈，來，等下香菇，要我洗乾的先煮，哈，先煮，讓它。好，香菇嘅時間咧先煮，加油10個嘅，它唔怕，哈。跟人哋冬粉哦。嘿，冬粉呢，做得先泡水，泡水吼。煎餅圓。嘿，你那對下去煮是做得。你浸少水呀，還是冷水？應該也是浸冷水，少水好加。哦，所以都做得嘛哈。好啊，料先一點，我們先調味。好，沙茶醬。加香菇不用落去煮誒，香菇嘅米絲煮出來，還有蒜頭嘅米絲煮出來，就不用按呢沙茶咯吼。沙茶。我俾滾一下係冇？輕輕地滾一下吼。好，調油。好。好，我們是不用鹽哈，因為這個沙茶醬落的調油有鹹呢哈。為什麼我感覺好像在看深夜食堂啊？好，要差不多哈，粉絲好，放一煮。煮做的還煮誒哈。吸一下那個它的湯汁。好，你啱啱調油係愛哈。好。好。放一煮一下哈。好。來，對，然後加掉水哈。太白粉水。當然啦，有啲人講我不要吃勾芡的話，我就直接清湯咩做得。不過希望嘅冬粉哈，可以扒上這個醬汁，因為冬粉冇嘛米絲嘛。好，你啊搶玉米筍不用下去。下去搶菜。搶菜不用下去。呢種搶菜它唔驚煮。哇，當香嘞呢！你兩幫佢煮下去吼，然後本來素塗好誒，係啊，唔會走咧。唔會又帶油煙又啊，沙茶味道出來。就當香嘞。好了。找到調油。好。說到療癒啊，那個玉穗有什麼書店開書店以後有沒有什麼一些小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的？書店應該也有療癒人心嘛，哈。對，我們我覺得開書店也很療癒自己。對，就以前工作的時候，其實
很多想去完成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那开书店之后就可以去做以前想要做的事，例如说就是种花，然后挑选喜欢的书推荐给客人，跟客人交流一些关于阅读的一些观点。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知性，就是情感面的一个交流，就是我觉得是我开书店之后很大的一个收获，这样。家都透油的，你哈呢？出笼那个太白粉水勾芡。嘿，唔是调牛吼。嘿，唔是调牛哦。好，好。因为调牛的话吼，摄唔到个汤汁，其实要调糟，必滚的。嘿，滚的。安尼煮好的哦。还忙，还有个重头戏。嘿啊，上讲，嘿，能用哦。重头戏要来了。实在感应到了下就好嘞，吼，还有新肉嘅，也还有还这个下去。好，农家嘅冬粉、菜，一定要煮好，做唔得煮太久哦。冇冬粉要脱烂吼。嘿。全部冇加盐哦吼。冇加盐。好。哇，好棒哦！给你的用力，因为个牛肉哈，冻要熟，嘿，冻要熟，所以我们最后放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一样用穿烫的方式，很简单，用最佳的方式来煮，嘿，好，还用石手对咯，哦，了烫一下就好嘞，烫一下手，我会铜炉，用客家方言变成有点广东腔。唔係，見面文青都會緊張。係要牙的哦，動作係慢的哦。來，哦，農家湯回牛不用到蛋杯，哇！哎，看書其實是一種享受哎，哈。當然啦，你要懂得嘅薯店嘛，要傳湯，邊複合式。嘿，沙茶醬哦，一點辣掉，起千叉。好，起千叉哦，這個是最合適的。哎呦，專注的文青，專注的文青主持人。這時候我的又要搖一下眼睛。對，然後用文青的衛生紙幫你擦留下來文青的汗。謝謝文青主持人。好，那我們就完成了今明家沙茶牛肉凍粉。唔會啊，你客家發出來呢，沙茶牛肉煮凍粉啊，哈。不過，你家看來你煮哈，你吃到凍簡單冇？對。凍簡單，大概香氣會出來，客人會多買2本書。你比如像是煮麵呐，也係煮那個米粉半條，要時間。凍粉其實凍夾，凍粉哈有像是泡下久的咩唔僵，超毛哈。哦，那。哎，我這樣就聞到好香哦。這個我講，愛吃豆啊，哈拜啊，你啊，穿來摸，我不要問那個玉碎的，其實我要問那個健父，你做得做嗎？你剛才你看做得做嗎？你要講做得做，你就會做呀。你怎麼那麼可愛？因為想吃，所以就會做。好聲啊，會做。好啦，我攏講，有陣時哦，東西出來用去，不用攞盤嚟當。哎。嘎子出毛孔，你知道吗？再过一张木头的那个，然后再摆一本书。我要问，我刚你回答套餐，我要问你哦，天夫，你喺看到啲菜啊，你那批到一本书，你知道嘛？该书做得批2套料理。上好再講。哎，文青不能這樣。你那講上好再講哦，幹嘛該批啊？冇啦，還有正經呢，要讓比他想到，某一天都是的呀，其實。在你的印象中，你覺得什麼書可以配上這個料理？有點旅遊文學這種的書。太好了，跟我想的一樣，就是你吃了這個，你就覺得我要去環遊世界了，你儲備了很多的勇氣跟能量，對不對？你好棒哦！來告訴大家，我們為書店準備的料理，請大家吃的是什麼？沙茶牛肉煮凍粉。來了。
觉今天好像家里请特别多客人。像粉丝哦，全部都有吸收到那个汤汁以外，你冇用特别抖的给炒，你油一炒，可是它却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油香气哦。哎，你给你爱冻粉洗起来，真的就有一股香气。汤煮出哈，给煮哦，给强调它有毒素推眼镜。范有斯给沙茶牛肉煮冬粉，好来，请用哇！感觉今天好像家里请特别多客人，动脑念。像粉丝哦，全部都有吸收到那个汤汁以外，啊，吃到啊，你冇用特别抖的给炒，油一炒。可是它却有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油香气，哦，可能是来自沙茶，超毛哈，再加上青菜，我觉得这道料理真的也很适合在书店吃。譬如讲啊，只要省一套薯，啊，就想要第二是党猪，啊，做对薯末宽酸啊，喜欢继续宽的发，这个是可以让我有更多的体力，就像刚才英讲哎，继续撑到下午，超毛。系啊，第系你给汤煮出吼，给煮吼，给强调它有毒素推眼镜。你给你爱冻粉洗起来，真的就有一股香气。冻香，莫特别其他给挑梅哦，煮冻香哦，系啊，还讲用饭，啊是强的嘞。是好认真在煮啦。董燕子，你在来问一下玉穗好了，玉穗，今天我们的彭主厨做这么棒的料理，却其实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它很简单的，对，而且可以让你们的书店增加不一样的气味。对，你觉得怎么样？对，我觉得就主厨推荐的都是有为书店着想过的、设计过的，对，就而且是简单好操作的，对。觉得很棒，对不对？对。回去好好想一想，而且我觉得回去很重要，就是叫那个健夫要跟你一起了，对，好不好？一起合力。我告诉你，这个勇气加倍啊，是不是？谢谢主厨呢，哈，跟你来去给他点风看一下给他数。冇啦，去给他点风看啦，某一天你给他点风看数以后，又可以激发你很多做其他料理的想法，好不好？每次都来给你任务，真的很不好意思，但是你每次都做得那么好，谢谢。其实啦，我感觉啊，大摆您他来你给做下高岗，感觉今比特别嘅闹热，係啊，就係有時到何時嘅東西，香港呢有數好看，大家做得行行聊聊，係咪問下啲興到嘅，不係去搞價，我们請這個玉穗說一下好了，接下來你們有沒有特別的計劃對於這樣的一個書屋？你說特定的計劃倒沒有，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隨着我們人生階段的發展，那我覺得書店就是反映我們現在的一個人生的階段的樣貌，這樣子。對。雖然講啦，吼，兩公婆為到自己的夢想，老公媽發落嚟講嘛。20幾，然後都結婚，都開書店，啊，從來會想，迄每期我應該冇可能開書店，因為我知道了開書店，1-3塊去，講23塊是，迄冇可能，冇可能，我迄唔要落去結婚，我可能要唔會開書店啦，係種想說，所以從阿妹請感謝太太講，其實伊冇像想我較樂觀啦，其他冇咁樂觀，我令大家向下就變成一條親和的平衡，所以我親自講啦，唔過我從下我想到講，感謝有機，我真有機會向下開了張書店，唔單單係夢想，也希望做你做了的事情，等於對你同你下一代會有正面的幫助，生命共同體，好不好？那米哈啦，像嗎？我們餐桌是很溫馨的，是不是英英對不對？哈，哎呀，你看還要老婆這樣喊瞪一下啊，什麼用啥來哈？下擺有時間咯哈，再過來煮菜，再來過家，好嗎？好，主廚也謝謝你了，謝謝主廚，謝謝。預計發工了檔後，書中自有黃金屋。他的書中還有顏如玉哈，你要叫冇讀書誒，哈，前段時間好好讀書，當然愛食料理，愛看好料理，食好料理，一天愛準時收看，呢家家有好食。歡迎大家來主持。張偉了哦，家家看書啊，謝謝你們啦，謝謝。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觉得很新鲜，然后也谢谢主厨为我们设计适合在书店，就是卖的一个餐点。我们其实常常在书店久了，其实能量会有点耗尽，所以今天参加这个节目，觉得我好像获得了蛮多的能量，就是在不管是我们的心理上，或者是我们的想象里面，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回到书店，带回到书店。